呢度咧就係西南跑道西南嗰邊嘅海濱長廊，咁而家開放咗啦。兩層嘅商鋪，地下街嘅商鋪啦，全部望海嘅。咁相信第日嘅商鋪咧，可能好多海邊嘅餐廳啊，喺度訂到位喺度坐低望住放煙花，維港放煙花。咁隔離咧就係呢個雲景啦，雲景4000幾尺嘅大屋都有成交嘅，最高成交價3億8，大概7萬幾蚊尺。咁呢一度咧就係一個天龍嘅一個商場嘅一個部分啦，空中花園啊咁樣，電梯已經整好咗嘅啦。咁我哋而家再上去睇下上面嘅環境啦因為啱啱先開放嘅啫。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佢所有嘅屋苑嘅設施嚟講咧，其實都會有呢一啲配套俾呢一度嘅居民或者外來嘅居民都可以享用㗎。呢個唔係話淨係天龍嘅呢個部分。咁呢度咧就去翻呢個平台花園嗰邊嘅應該就咁一路上嚟咧，咁大家見到啦，嗰度都有個洗手間。咁呢度咧去翻平台花園嘅，咁就可以穿梭翻東北同埋西南嘅一個海濱長廊嘅一個走廊。咁呢啲咧就係賣地條款入邊咧，政府咧係需要發展商去做嘅一啲社區嘅配套嘅。咁大家見到啦，就去到天龍嘅後邊啦，泳池都注滿水啦。咁呢度咧就係 Sky Garden 空中花園啦。咁大家見到啦，呢個就係個環境。咁對面就係雲景啦，呢一邊嘅樓宇啦，維港1號，Miami Q 同埋柏衛森。呢度咧就係已經開放咗嘅一個部分環境舒適，多推介。客戶如果有興趣對於呢個區份有多啲了解嘅，可以聯絡翻我哋至高物業至 Top 代理。多謝晒。